好，大家唔知大家自家有乜嘅好做嘅作衫嘅風格冇？有人好做嘅法拉必博，規身咧嗬，一行出去，嗬，當冷線，嗬，當起頭，嗬，嘅遠3公里都看得到佢。有人好做到無所抵達，哦，親像嘅按摩時做嘅天使出去都看唔到佢咁樣嗬。其實哦，對於一生人嘅作衫嘅風格，看得出一生人嘅心體、心情，甚至佢嘅文化背景。比如講頭擺行人帶到愛山嘅附近，可能會抽提器材，加啲嘅太自然嘅東西來做染衫。比如講用刺嘅用藍染來做自家嘅衫褲，叫做嘅衫褲嘅色，可能會化減太自然嘅色。嗰度咧，你話作衫嘅風格，唔單止係看外表天天，係甚至係表達一個觸覺、一個人經樣版型嘅自我嘅性格。大家漢版咪做得看一下，有哪度係特別中意啊？有哪度係特別做得來表達嘅部分了。下來。一節課嘅第二個句型，我老大家聽下嚟分享嘅句型係乜個時節，我什麼嘅，什麼時候要吃什麼？喺講起傳統點傳嘅下，就可能會用到一個句型嘅阿真嘅老阿頭，約好嘅當初12點，我哋嘅傳統嘅門口來見面，都係記得。會用到一個句型來講呢度嘅東西咯，韓國平常時大家其實啲傳統食飯，一天問到講，個天公魚愛食乜嘅，後日愛食乜嘅，見比當主愛食乜嘅，因為食飯皇帝睇韓國當然係，做食樣樣東西會理解一個句型用呢度嘅講法，聽大家嚟聽嘅，叫下來念一擺，愛食乜嘅。愛食乜嘅？要吃什麼？要吃什麼？來看一下，當主愛食乜嘅？當主愛食乜嘅？中午要吃什麼？中午要吃什麼？要聽咗，可能一下就會問一句等下當主愛食乜嘅？好，除咗呢以外。早晨愛食乜嘅？早晨愛食乜嘅？早上要吃什麼？早上要吃什麼？天公早晨愛食乜嘅？我老唔買好冇？好，第三章，暗晡愛食乜嘅？暗晡愛食乜嘅？晚上要吃什麼？晚上要吃什麼？記得我哋暗晡係平常時嘅暗晡，就一般暗晡，一般的晚上就按到暗晡。假使係今天晚上，一聽我講暗晡也冇咁樣哦。好，既然也下學會愛食乜嘅一個句型，沙定來看嘅時候，都平常時嘅生活態度，都係按樣板型來用到呢個句型，韓國真係老阿頭。約好了，拼好勢了，我哋傳統來見面，都係記得會點乜嘅菜，我食哪度嘅東西，叫下來看下去了。